今天星期五，来到新瓦屋，这里有好多神奇的宝物。今天星期六，来溜家溜溜，老的房子水准流过，欢迎新朋友。美好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幸福的路怎么走？请留下来陪我听风唱首歌，拥抱着纯真一步一步走，拥抱着纯真一步一步走。东河塘新雅屋之歌，你唐凤唱歌哦。所有嘅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半日嘅福喜來咧。今日福喜來咧呢，家下要看你唱歌哦，記得睇你烏克麗麗唱歌，唱了老愛美都有關係，係新竹新雅屋之歌哦。今日我哋帶來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哦，先來分享今半日台來邊劉永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劉永昌。請叫我的6天師不緊張。唱歌唱到當好嗬，俺兩下嗬，今日當貼片，因為今日大家看我兩下坐啲天師面前，同大家嚟分享好消息，出嚟介紹田光義嘅音樂會。大家今日啲天師看我兩下，田光義啲現場啲新亞舞，真係看到我兩下。我等大家過來了。錯，下擺呢，家下聽聽就來到新亞舞嗬，唱到呀新亞舞嘅歌曲就。啲講，也係到新竹嘅6家，韓國先來講田光義嘅音樂會好嘅，好嘛？田光義是禮拜6下晝頭2點開始，到下晝頭5點有一個年嘅新加坡嘅草地音樂會。呢個草地音樂會田光義有請重量級嘅表演嘅。好嚟介紹一下好嚟。第一個就係年嘅南部有教烏克麗麗出過比賽有大多名嘅，很多平衡信號，平衡訊號。平衡訊號。另外就係年請客家嘅一個樂團，都大幫樂團。當唱專業樂團咯，合作得來。也吹下，你國慶嗬，105年國慶嗬，你都有咧唱有舞獅嗬，有獅誒，嗬，然後阿昌嘅大幫樂團，本大家看一下你嘅 T 恤好冇？就啲方口詩。當然是帶你嘅自家嘅客家嘅文化出去啦。最重要係你有嘅最重要嘅樂團都三腳台啊。後生樂團好。後生樂團。你三腳台後生樂團嗬，就傾下來釣鬧嘅。根本伊嘅駐唱有來到現場。就係。其實按你講起來嗬，呀音樂會嗬，那草地音樂會其實佢連續辦5年咧。係啊，就到今年最每一場是新年是以後兩場啦。就田光義咩？田光義就係一個樹洞嘅關一個概念來去做，來去做今年最大場最特別嘅一個表演。我做客家運動體操，因為到秋冬時節，人講嘅樹洞真好公園咩？嗰時無論係傳統嘅人講愛建築，安尼嘅建議，也係講你做音樂咩會嘅樹洞嘅概念哦。錯。就係樹洞，大家來歡喜，來講下啲新加坡草地草坪啊，來有一年嘅草地音樂會，還有嘅一年前有特色嘅嗰種青島灘嘅，有嘅
台湾各地嘅种独立书店来到遐位有伊个会夹到要带夹到嘅出版嘅书啊，还有嘅报纸就过来遐片。喺现场同大家分享，做嚟看。错。冇买吼，安尼係正常嘅东西。就爱看伊嘅输入用版啊，留嘅调价落去教官那样。好，安尼好，我看我听講佢出啲創工，我要帶我嘅壓箱寶出去，讓大家分享好咧。做得。教大家看啊，吼，冇出安尼，反正我有咩可能會帶唱片啊，也我都寫嘅東西啊。可能你屋卡有自家嘅那種壓箱寶，我們做得拿出來。相片啊，也嘛嘅啊，同客家有關係嘅。客家有關係，我簽名照啊。做得。哦，其實安尼一擺後就樹洞嘅主題啊，就青海旁，現場就有安尼嘅攤位咩？哦，本客家出題嚟到也談音樂喺充電啊，談講又有好食嘅，又有好教嘅，做得什麼嘅？是的，你也可以用就有到一個青石啦，有天竺有嘅吼，誒底下客廳下來就會安尼講精緻的那種手沖單品咖啡啊。哦，色咖啡。還有到點心嘅，有客家嘅點心哦，糍粑啊，脆包啊。就還有嘅安尼講各地獨立書店，我們唔係講，我夾到會有帶來什麼新創意。錯個，一下獨立書店吼，大家真用心。譬如講，我唱我菜體嘅特色，有啲人係我講我做茶，茶文化；有啲人講我菜體種嘅農作物，安尼咩可能係？有樹禾有米，其實拿有機米，其實拿過來。可能現場大家咩做得看到劉永松先生佢種嘅菜，係嘛？一下佢回歸到新加坡做啊駐村嘅藝術家，韓國呢大家看到嘅音樂作品，各位，你自家生活當中啊，這種真係係身體力行。無論講你種菜啦，還個皮生嘢啦，你輕享受生活。唔過咩喺世界慢慢走，前餐咪爭去南洋咗嘛？錯啊，唔嘅就爭轉來。唔過你看來看去也係你台灣講實在話，你台灣嘅文化嘅環境吼，實在係一好。故說你會去來通曉你自家嘅環境。用誒暗沉嘅感觸嘛。冇係你台灣有按多嘅文化人，還有真多嘅不管係公部門、私部門，就會真重視你自家嘅文化。知道按樣嘅環境比你講真多嘅南洋嘅環境比起來要較好。哦，嗰時候一擺吼。當場唔知家去南洋到青島嘅客家鄉親交流啊，記得喊請會講客家話嗎？咩強用嘅事情就老新竹新加坡改變咩強用，是講青島我輩來嘅人啊來到倆是就講華語較多，後生人其實大部分嘅母語嘅能力就接是冇啲嘅講客家話，故說你青態嘅機會，就像我是5年前是辦嘅初天音樂會，是講想愛伴更加多嘅人做地來去接觸客家嘅音樂。另外一部分是講有人講嘅文化環境嘛，有辦青島嘅模擬嘅創作比賽。創作比賽打到名，行下過來會怎麼啊？就希望有舞台咧，有舞台。嗰時候我是想，因為我自家後生嘅時節，你也算落體的啦，吼。很早的啦，很早的，很以後生啦。後生嘅時節，嗰陣時還蠻有參加很多比賽，不過嗰陣時是真好得有真多嘅表演嘅機會。表演嘅機會是有嘅經驗，上有辦法來自家來辦個較大嘅表演，去較大嘅舞台來去做表演。咁呢一種係做一步一步嘅累積經驗值。我聽聽咧吼。嗰時候嘅比賽嘅，我是邀請真多比賽有甚至有好嘅人來到呢個新加坡音樂會，還有做創作嘅，無單止客家啦，有啲人係唱福樂歌，有啲人係唱。講吐蕃嘅片嘅歌，講 T 北嘅片嘅人歌嘞，
嗰時候是真神奇啊！就有啲人是來呢片衝過以後是有去拿到金曲獎。哇塞！你意思係講來到新加坡衝過就有機會得到金曲獎？有講就大家呢就係一種育成基地啦，因為我對攀呢種嘅法通嘅我嘅想法是講，呢件事唔是講去愛攀親太旁嘅法通。攀一重天天，還是用講細水長流。希望較精緻的喂。就上頭有啲嘅攀離，大家是提講，呢片有安樣發生安樣嘅事情，然後一談香港音樂，當陣嘢就有一個禮拜呢片新加坡是談得多。哇！我咪希望講，你青島台灣嘅，比如講台山縣有青島嘅地方，做得落去做上頭落去攀離呢一種，你冇需要講太長講1萬人2萬人，你講100人200人，唔過你攀差1年差唔攀20場30場，安樣是有個群眾的累積。上海看嘅時間，就時常有機會，比如講新加坡就真嘅係大張嘢就100，好，本喺家做的甘肅瓦圈客家嘅音樂啊，嗬。等下節目轉來呢，繼續邀請劉永聰先生同大家來分享100嘅草地音樂會哦。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今日喺節目當中，我為大家介紹係稍早拜六喺新竹嘅新加坡呢大會舉辦嘅草地音樂會，來分享今半夜嘅主辦人，今日台來賓劉永聰。大家好，我係劉永聰。以下咱講事嘅，以下咱講開了。全部做得啦。很好哦。其實阿聰從5年前開始喺新加坡呢大會，算係變成於駐村，也係講是。幾屋客人搬到新竹咧？就挨自家搬到新竹啊！該片就有落地生境啦。就結婚，有生嘢，一下人生就當幸福當圓滿咧。是愛用心去維持啊。係呢，當用心啊！嗬，安尼5年前嗬，有冇有安尼嘅想法，想要轉去新竹？最簡單嘅想法係講，你做客家音樂嘅人吼，最簡單來去接觸你客家文化嘅方式是辦到有客家人嘅味道，大點也係想法當單純。故說辦轉去初開始是當有點辛苦啦，唔過到呢5年嚟，就是開始比如講，呢草地音樂會轉去2012年開始來做嘅樣子，是邀請朋友過來，你自家來辦個音響啊，辦去調個麥克風嗰種嘅，開始全部自家來，喊下過來是你多今年是獲得你新竹縣文化局有支持，你做呢種嘅客家文化嘅發通。嗰時候是你多幾年是你嘅影響，還是唔是自家辦的？哇！就係講，其實冇簡單嗬，因為安尼做，你講今年係第5年嗬，開始有政府單位咩好，喊下多位朋友搶下來教你咩好，都開始嘅時節嘅聽說係辛苦嘅，你係做4年，堅持4年，問題我看到講，真嘅呢，新加坡時常就有客家語文嘅表演，有優質嘅表演，有市集也得。我說安尼第5年開始有冇咁樣嘅資源落來？就是你另外一部分是講，你辦嘅草地嘅音樂會有一個堅持，就會講你會支持你有做創作嘅人，因為喺台灣世界沒咁樣啦，你做創作嘅人開始係唔係講咁簡單嘅事情，我自家啲，嗰時候就會邀請有做創作嘅朋友。另外一部分是講，盡量來去，因為你教音樂嘅人對你嘅影響嘅部分是有要求，但是盡量來去做到你做得到嘅本期時都兩片表演係一個當輸送嘅事情。因為我按堅持吼，你做創作，你做埋現在去做音樂做創作吼，有人講嘅嚇，安尼當然吼就。
伊辛苦哦，还无问题。你讲演出又好呢？是你好做了个事情，你是有自家一条路啊，就没。我有讲过了，就是讲，你台灣嘅文化環境，還是遲到，唔係講，唔係講，唔係講一定好啦，唔過唔會快啦，係。唔會檢查啦。唔會檢查啦，係啊。就變就有路係啊。就拿，講實在話是講，你有心去做，你大家是看得到啊。你係愛自家嘅經驗，嗰時候是。就希望有更加多嘅人來去，來嘅因為判嘅比如新加坡嘅講台灣為一則，講內政府來去佢講法定嘅講客家文化保存期，佢嘅地目啊，都客家文化保存期。嗰時候啲客家文化保存期，啲部都天初就會來去判客家嘅事情，錯，嗰時候。人講嗰啲客家文化很重要一部分啊，嗰種就判離下來，當好哇，安尼真無簡單啦吼！各位亞擺嘅初體音樂會係今年度呢，人講數動戲安尼就輕重要嘅吼，同大家介紹一下，聽講嘅大家做哋看到乜嘅呢？有看到嘅講第一集嚟表演咧，平衡訊號。平衡訊號。呢一集介紹一下。用隻後生人帶啲嘅歌響啊，就按樣變上來形狀，呢一片嚟去做表演。啊，呢一種上面冇簡單，出去比賽有拿到名啊。另外一部分就會講，你來看見到嘅烏克麗麗嘅表演啊，比如講誒條線有按樣教啊。咁講老家條比起來，嗌教嘅雕蟲小技啊，家條教嘅烏克麗麗，還有吉他二重奏。其實講嗌看到家條表演，係是知道英雄出少年啊。哎呦，有一種出神入化嘅劇團啊。就講，就另外一個感覺是講，嗌看到家表演是講嗌老咧，應該會退休咧，實在動腔。真見哦，表示佢哋咩動用心哦。係錯就落來做演講，啊叫我全力以赴呢種後生人。嗰時候記得就係用烏克麗麗、用吉他來做演奏嘅東西。錯啊，記得今年聽講因為佢會做嘅新加坡之歌，佢會做演奏版。哎呦，你講特別講量身定做，係會當其他。當其他吼，好也係平衡訊號來自高雄嘅團體。稍後聽出隆重介紹一下，因為今年又出國慶又演出，又去總統府吼，就係劉永聰先生嘅大本營嗰套。就介紹一個，因為你自家判發通嚟，嗌嚟安排自家嘅表演，硬是遲到又掉排些啦。用誒，你哋咩真件就會動好咩？我就是講，硬是。是講講人講自肥啊！啊，唔過冇咱嗰一部分正經來講機會要留本大家。唔過你也從嘅講樹洞嘛，你自家做主人，你是會出來去做。當場請人下，然後你去坐低嘅台位同大家來分享咩？韓國呢大本營嘅演講正經嗬，除咗有西洋嘅編制，有加入國樂嘅部分，嗰種唔同嘅演講其實有青島同有特色出傳統嘅部分。就有山歌啊，有傳統嘅，唔過你老嘅節，你講大鼓啊，冇強樣嘅節奏來嘅。tempo 冇強用嚟做編發，因為你講自家嚟感覺，你大幫人做一些世界嘅演講啦。嗰時候我漢擺你客家演講嚟去提升，嚟去留國外嘅傳，你講民族的音樂嚟去做一個交流咁樣。嘅你係愛做了個種嘅演講嘅想法，啊就會。你一部分大本營是做得嚟，你可嚟做些亞洲嘅介紹嘅。有啦，大本營嘅意思就係按自細哦，什麼大家按鄉下按支持哦，就按那個意思。後代有你啦，後代有你啦，吼！嗰時候看到一名就知道吼，哇，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好，講按到呢，嗰個介紹主持人 Rita 嘅樂團，我兩三幾年真嘅動神氣呢，我咩非常感謝阿聰嘅邀請，佢頭前講吼，佢從2002年開始做亞初體嘅音樂會，奇怪佢竟然真邀請嚟呢，做咩呢？就係今年真，因為應該是
想，哎呦，三九台讲，三九台嘅乐团一台旁人，真嘅，我哋一台旁，唔過我哋很有問題啊。我哋吼，係講用認真做音樂嘅人吼，有好嘅舞台吼，我哋全力支持。係啊，所以你係請感謝就大家做音樂嘅，講相識。我就條件嘅係想一台旁人，人嘅經費要無啦度。哎呦，竟然真誒！唔好人哋講，唔好人哋講，因為大家強下嚟做音樂，做客家音樂。我老阿聰，韓國又強下又台灣客家新音樂創造遐比咩？大家係真嘅係互相聽數，所以希望客家音樂行下好。韓國而家可能講到佢係本新人啦嚇，跟我三九太地度，就嚴老師1997就開始，你知道佢冇買新出走嘅。就係太老氣味啦，唔是排斥，以後出好嘅舞台，大家強下嚟做。有啦，就我開始2007年講出來就嚴老師是看從小看我長大。而家咩嘢講清海，佢講慢言啦。勁講佢，嗰時候是好在any台灣係有真多當優秀當堅持嘅人係喺度做，any將有發圖落去判理按好嘅音樂嘅發通。嗰時候我希望是講，當然，any 啲嘅冇不管啲嘅新加坡嗰啲片係講台山縣就有當多嘅地方，any 是有辦法落去談到 any 嘅客家嘅有特色嘅音樂。錯，你感謝你嗬，聽講而家音樂比哦，我哋三個睇聽咗會好好表現。我要相信錯啲音樂比嘅三個團體嗬，呢個都非常嘅優秀嗬，有後生人演奏嘅，有大幫兒嗬，有管樂有泰勒啦，嗬，韓國有嘅梆子，咩有鑼鼓嗬，鼓手真的很厲害呢。韓國 keyboard 手又會彈鋼琴，又會曲啊曲，青島嘅樂器，係又教父琴啊，還有我三個睇咩有管樂啊，咩有西洋嘅配置啊，係相信本體嘅感受到客家音樂真係非常嘅豐富，本體嘅嗬，人哋彈三個團嗬，彈到見興安可，冇想去走，一天咧係。係一天呢？係一天呢啊！嗬，當然阿聰其實做到一下嗬，我處有朋友喺大正面，聽說要去新加坡，土生嘅強下去，係佢一下搬到新竹去，因為成年讀書，佢讀新竹嘅學校。如果講嗬，佢以前帶台北，大正嘅就要下去，佢一下帶新竹，其實大正嘅一天就要去咧，真感動哦。就我哋也咪強用啊，我。大擺來台北是來就唔會喺台北歇啦，是。你想去做一步開啊？來到台北事情辦好是想愛轉去的，因為我哋想買啦。就係空氣啊，還有某個東西都有誒你種下冇嘅想法。真嘅吼，當然啦吼，帶啲種下係呢青島嘅好處吼。等下節目之後呢，繼續同大家來分享特別好啲新加坡也按讚到嘅法通哦。是包忙，愛是馬給；是包忙，愛是馬給；是包忙，來是謝煙；是包忙，來是飯掛飯；是包忙，愛是馬給；是包忙，愛是馬給；是包忙，來是發辦。是包忙，來是羅皮班。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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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愛加一份。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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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愛炒肉來pom飯。最嘟嘟是豆腐。最邊邊是麵線，最圓圓是牛眼，最重重是豬蟲。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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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妈，爱爱甲伊问，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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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爱爱草用来放饭。咕噜咕噜，就是要嘞！哇，嘟嘟好厉害呢，俩 tea time 时间吼，该彩头班、发班，啊，全部的是，今日有带来吗？稍作养些啊，好，大家稍作耳朵先啊，不去写，你还该面写的。哇，两条歌曲，以前我第一摆糖豆的时间，我是非常喜欢，我糖豆该咕噜咕噜咕噜，哎，声音糖豆食欲都变好嘞。就声音的糖豆，大家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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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哎，第二位吼，先让大家卖个关子，因为呢，除了了草地音乐会哦，大家了的现场看一定很满意。还会让大家讲，你要懂得走这个乌克丽丽的专辑哈，懂得爱几周哦哇，你要算是抢先听，每本大家感受到啊，唱鼓去弹乌克丽丽写通绕，然后声音大家分享的感受哈，最近没有去学校的演出啦，哦，大家都懂喜欢。很做得啦，不过是好的，咩强用是，因为台湾有动作嘅文化口感嘛，个是有本人因支持啊，比如说是因上有发图带动到因嘅音乐再去到学校，系。其实讲到转来吼，做得更坚持的客家有没有一条路做客家嘅事务吼？你知道乜嘅係真強烈本嘅力量？客家嘅事情啊，不過對我自家來講，因為我爸爸客家人嘛，我媽媽嗰邊河洛人啊，嗰時候我本自家嘅一個講定位是講一個台灣文化，就係一個華人嘅一個講承載者，就講講河洛話要做得，講華語要做得，講客家話要做得，不過就係你做，我是想我可能冇辦法去選，你去做乜嘅人嘛？不過我自家去選，我做一個客家人，嗰時候我就留當到客家文化嘅元素，染到我嘅音樂地位度，做你係大幫人對自家嘅一個期待啦，就係講你要做你台灣這樣做得出嘅音樂，就係嗰時候你是有很多本土嘅東西，就會請過來做你自家嘅唱片咩好，寫歌嘅咩好，做表演嘅製作嘅方面咩好，就係做你台灣自家本土嘅東西。比如講前2年有一個做嘅世界嘅棒啊，做棒嘅比賽啊，有一隻打到條名，佢加入你台灣嘅一個香料做麥膠。麥膠哦，麥膠，出面佢哋中藥啊，有用嘅，有得唱胡椒，就呢種東西就係你自家本土嘅東西。喺麥膠無但將做得做嘅鹽蟲甜甜，做麵包咩做得，香。就嗰時候是你愛看得起你自家嘅東西，也係就係我做人講，我看得起我自家嘅，你係有客家嘅東西。就拿到銀行去度，你咪沒有，你客家人冇彈唱寫客家歌，你客家人那種聽以前台詞嘛，叫寫個四月望雨啊，寫個好多歌，咪寫到一點好啊，嗰時候就你做嘅銀行就按來講台灣嘅銀行，我相信嘅過程當中吼有很多嘅靈感嘛，不過咁有想過講啊，我做下按辛苦吼，有得會想會放棄嘅時間嗎？放棄哦，有啲動唔掉嘅時間啊，平常會有咩？有啲時會忝啦，因為你講實在話咩，講。你也做銀行嘅人，大部分講高中還會做工友啊，就懂乜嘅事情，你說咩？就會自家來啦，就懂認真一步一步去全部會做出錯嘅。我想可能有啲時會忝，不過
你讲上爱就用下来，应该是唔是上高那样的事情。哇，忝，然后无天呢条路，忝的时间，飞过头看安定一下，系妹的啊，安尼所有嘅疲劳都消除诶。我还是就撮下阿妹中央乐团嘅朋友，啊，就一台旁音是爱，大家互相鼓励啊。哎，冇因为哦，鼓励是冇啦，互相吐槽有啊，是舒压一下系吗？哎啊是，你是有就向下行多两条路，是继续行下去。哇，很赞哦！其实一段时间哈，阿从在新加坡做的青岛的事情哈，要不然呢，譬如讲，除了抽屉音乐会哈，当年还有一个二手市集哦，迄太加清好的哈，竟然无咧排队，要报名的哦，还要报名，要等到明年呢。会搞钱的，会搞钱。超所有嘅二手市集都会安尼，你要去抢摊位，比如是讲要去青岛人要来，哦，太加亲戚搬来哦。精神系列二手市集很多租假啦，租假真紧诶，同行间诶，外婆就讲喊租假，就讲唔会打送，哦，你不卡用不到的东西拿出来，大家来交流嘛。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交换宝物，安尼个意思。嘿，然后好就连咯，韩国安尼。哦，对啊，抽，就会你自己。请好高哈，同大家来分享，也得。田顺丰，哦，也系向下大家来募资哦。就，你就会青岛人就会自家不卡，青岛有啲人山买的按豆嘛，就拿出来，讲我可能我现在不需要的东西，是你的宝贝。同大家来交换就是。交换啊，当便宜，买一辆上可能是50 K 是买得到。耶，忙年，哦，太体的，明年嘅乜嘅时间？差不多3年，3年6年都，就会差不多3张年会判100啦，哇，一年4季就有400了。400，哇，好好哦，嘅来报名哦。要来啊！嘅你要先拿来通知哦，冇嗌讲嚟抢唔到。喺朋友嘅拜托先拿来通知。好啊，可能會唔記得咯。像睇家自家送命去注意，按你意思哦。送命來注意，係送新加坡。还送大帮你。你是送给周嘎还有臭听音乐会，全部都有粉丝团。哇！你大陆去嘅面书嘅片全部有。哦，周嘎成發起臭聽音樂會，就做你看到青島嘅仔細。韓國哇！初聽人講吼，愛寫愛教嘅愛談音樂就有，都也會含有了解講菜地嘅歷史故事。談故事，談故事。有人來講故啊？錯，因為另外一部分就會了解一個事情，就會講，你啲個六家嘅片，青島我播來嘅人，其他就講，可能六家那邊嘅歷史冇乜嘅了解。你就來安排一個講故事嘅一個活動。哦，本大家係那層嘅，真見新加坡到底係乜嘅用嘅？錯就，你有一個點啦，用講起來就唔種老人家講法，就做唔得了，懵笨啊，嚇，唔記得。不過你用嘅方式是講一個較神奇嘅方式，還強鬆，還神奇，有講故事，有動畫咁樣嘅。哇！好，輕發跳嘅方式啦，吼！我想呢，今日 Rita 啦，阿常出題啲節目項，韓國呢做音樂做客家音樂嘅，算係戰友啦哈，向下來打嘴鼓，青春要係天公爺，我邀請大家到哪邊去？新加坡客家文化保存期下晝頭2點到5點，等於過來了哦。哦，等過來了哦，大家聽錯愛來新加坡個，今日非常感謝阿常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出題潘青島嘅發圖，當地準備佢嘅烏克麗麗嘅專輯咧，咪祝福專輯製作一切順利，繼續有青好嘅創作哦。今日非常嘅歡喜哈，大家記得聽講意見咯。韓國呢，今日咪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還要聽點欣賞來做運動了，張來了。